所以挑男友也不会要有抽烟的习惯。我不知道。好问题。你会先问吗？我会希望至少不要在我面前一直。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义工蔡依林9莉。Hello， 太感谢9莉这次愿意挺身而出，我拒烟，我骄傲。就是隔10年再重新当这个戒烟代言人，你有发现就是以前都是烟，那现在都是电子烟。对。好像烟还是有，但是至少已经广泛到大家知道说哦，抽烟二手烟的危害这样子。然后新兴电子烟，我自己在还没有接触这个广告的时候，我的确是以为它就是一个类似你知道空气清净剂那种感觉，只是当它吸进去的时候，真的我也不晓得吸进的是什么东西，所以当他们告诉我说，他好像是，的话，你自己会怎么样跟他告诫，或者是很严厉的跟他讲吗？我倒是不会严厉，我只会跟他说，你知道你好像抽到的东西是更不知道会造成你身体什么样的伤害，因为它是看不到的物质这样。所以挑男友也不会要有抽烟的习惯。我不知道。好问题。你会先问吗？我会希望至少不要在我面前一直对。也就是说，他会演，你也不能，对啊，那是他的人生，就像我说的。他如果爱上，就还是爱上。我想。是吧？是吧？但我可能每天跟他说这个健康的。所以先前是有这样的经验。哈？什么？先前交往过的对象有抽烟的吗？我失忆了。广告头发好像比现在还长。对啊。所以有比较喜欢那个发长度。都喜欢。因为你之前不是说希望人家说对，好长哦。对。头发怎么只有比较长？对。对啊，因为我想留长。